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2天，行政院开始禁止着抖音在公务人员的行动手机顶头会当落载，但是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有的人讲抖音是什么？唔捌看过，可能你唔知，但是绝对你有看过，你无知觉。内容是包罗万象，包括幼稚园的跳舞、早安、暗安，通通来。讲到底，到底抖音有啥物败害？为着咱国家安全，关我啥物地带？法治、人权、言论自由要安怎破坏？今仔日来说明白。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澳洲 Monash 大學兼任的副研究員柯建榮柯教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啱，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台灣法律科技協會理事長江雅琪江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科技新報專欄作家動物器官講師林修明林講師。各位觀眾大家好，主持人好。那麼第四位是咱公民記者林武聰。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看吼，行政院一直到其實是前一禮拜就開始有這個媒體人開始呼籲講，抖音就要我馬上來處理，抖音來禁止，尤其啊少年人音樂真接的這個抖音啊，其實啊唔那少年人，是大人啊。處理超過了10歲以上的人嘛，定定咧用抖音啦。咱的數位部啦，攏表示講，行政院早就已經要求公部門的資通訊的設備甲場合，攏袂當使用着抖音或者是 TikTok 這類的這個中國軟體。數位部來表示講吼，敢會進一步來限制着業者甲民眾來使用，啊，佫來評估。台灣有唔少少年人甲民眾慣勢為抖音國際版的 TikTok 來找好看，不過美國 FBI 已經示警 ，TikTok 接受中國政府的控制，會將使用者的個資數據回傳中國，恐驚有國安疑慮。治安就是國安，一直是我們整個執政團隊的重要的信念。一方面，希望能夠提升全民對錯假訊息的辨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持續強化國家層級的資訊安全。數位部這邊的規範就是針對說，這些中國製的 App 或者是軟體不能在公部門的資通安全設備、資通設備上使用。數位部指出，抖音也是 TikTok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行政院早就限制公部門資通設備甲所需的電器使用。實際佇公部門倒機下載抖音，確實是出現有安全威脅，也是安全違規警示無法度進行。國立大學雖然唔是公部門，設備預算攏是政府編的，以代數代助力，所謂資通訊產品已經無中國廠牌。按過目前要為下回電腦下載抖音，還是看網頁版也會使。我們在這裡都有專人來管理，那每一天的時候都會定期的來更新，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會留在我們學校的電腦上面。他們有任何指示來，我們就遵照辦理。代數代表示，教育部若是有公文一定會配合規定，限制網址甲下載這個必要的做法。訪問大學生有人表示，敢若用 IG 無得用 TikTok，都是因為有資安疑慮。畢竟我們還是跟對岸會有一些敏感的議題，那用這個方式去做一些思想上的感染，我覺得這是一個其中主要原因啦。現在網絡很多詐騙，中國會比較多，所以我比較擔心，我都很少用那些從中國來的 APP。抖音未使來台灣，不過也會當透過網絡傳播無實在消息。立委何志偉認為應該為源頭切掉，不過數位部是講，是唔是進一步限制業者提供民眾下載甲使用，牽涉到適法性也甲可行性這影響評估，會甲相關部會個收集參考研究其他國家類似的做法。記者綜合報道。咱首先甲觀眾朋友來紹介吼，什麼叫做抖音啊？這個英文字啊叫做 TikTok， 攏一寡短影片。事實上真濟時大人無一定佇手機頂頭有落載這個 APP， 但是你的來100%一定看過。但是咱即擺要甲觀眾朋友來看，咱看到後面這個電腦的這個圖面
TikTok 已经在世界各国引起着大家的重视啦。在美国军方啦，还是即个 South Dakota 吼，其他的5州就禁止政府的部门在行动装置上顶头来使用。啊，因的理由是讲哦，安全威胁，来收集数据，吼啊平台啊，拢一寡选举的错误，吼啊印度，大家咧想讲，印度那比咱较警觉着啊？拜托，印度哦是 IT 大国啊，所以喏，因就一下就警告59个中国 APP 拢甲落架。印度甲中国虽然相见过，但是印度甲即个中国目前即摆即个贸易关系嘛真强的。但是照常甲禁59个国安甲国民的隐私风险，而且颠覆着印度政权。即印度啊，安尼讲，意大利较轻巧，伊讲注销13岁以下你袂使使用，因为有一个10岁即个查某囡仔，当面遐生产条件咧击溃，禁溃了禁溃到昏迷去。所以啊，开始讲13岁以下，因为这也显示着讲这 TikTok 内面啊，抖音内面的内容实在是五花杂色，足多。啊，英国呢，伊甲规矩甲英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口罩啊，甲规起，这是安怎？大家可能唔知啊。咱中华民国的政府啊，既然啊，踮咧这个抖音顶头，规个口罩拢唔是咱本人，拢唔是咱中华民国政府咱本人。所以呢，英国会讲13岁以下无父母的同意袂使使用。啊，伊用户个资啊外泄。啊，咱台湾呢，甲即马，则讲行政院这公务人员，咱行政院其他5、4院啊，佫唔知，要慢慢来讨论。柯老师，即马这是啥物情形？咱世界各国拢安尼做啊？就真明确，有证据才有通安尼做，毋是用喊的，是安怎？即马咱咧讲即个 TikTok 最主要拢是咧讲甲安全有关系物件较济啦啊，当然内容的物件咱袂当继续来讨论我要甲大家一寡基本较了解物件来讲，抖音其实伫中国内底叫做抖音啦，抖音伫中国以外拢叫做 TikTok 但是 TikTok 个安全的物件呢，到底有啥物问题有啥物败害？恁足侪咱台湾应该是有几落百人已经有这啊但是咧装这时阵伊要啥物物件你可能要注意看，咱可能拢无注意看来，不要紧，你讲咧正好你看 TikTok 伊要你啥物物件，咱注意看这物件介济伊要你的物件呢，你伫啥物所在？个人的资讯，你看email 写啥物拢有电话、email 内容拢没佫有其他资讯有诶无诶你看这你可能你的信用卡的资料你的像个银行的资料，你有 input 你的像个 password， 伊就拢甲你掠掉佫有啥物呢 ？email 内底的内容伊嘛买啦。email 内容，比如讲你这台平板，还是讲你的手机内底有 Gmail 对无伊嘛有材料甲你入去啦佫相片、影片，你若有一寡较奇怪的影片，可能伊就甲你收去佫有啥物呢？录音的啦，你和人咧讲话啦，啥物有诶无诶，伊拢会当听到啦佫一寡有诶无诶，我看卖内容佫有啥？佫有你只要想会到诶，你有到 TikTok 迄个软体迄支手机啊，还是平板内底的资料，伊拢有材料摕到。所以你莫讲认为讲我敢若用 TikTok 尔，因为你要知影讲，你装即个物件，就表示讲伊含你的像个即个手机内底一寡程序叫做程式program全部拢是连做伙，拢夹做伙啊啦拢夹做伙。所以比如讲，你今仔日为啥会讲咱这有治安的问题？我要讲的讲，我顶边有讲过免钱的上贵啦。你听到免钱的上贵。你用 TikTok 就是伊拢咧读你的物件，你用 Gmail 嘛是共款但是我要讲的是讲，你用 Gmail 用 Google， 咱爱有一个足简单粗浅的像个详细，迄个详细是啥物？美国人对咱
敢有虾米款的敌意？无嘛，中国有嘛，对无吼？所以呢，这是上大问题。美国人摕到你的这物件，因为你伫遐咧输入啥物，这因拢有，但是我美国人并无想要甲你创啥物，但是中国是对你有意图的。徐老师，你他所讲的，伊要甲咱提的这个资料，有比这个面册甲咱提资料，还是比这个 Instagram 甲咱提这个资料较济嘛？这我无法度去比较。为什么？我要讲的是这个动机，后壁这个动机，吼，中国伊对咱台湾有野心的，伊对全世界拢有野心的，吼。但是呢，你也知影来讲，美国并无，吼。但是我比如讲，我用一个较简单的例，吼，赖伫个我会记是2021，应该是2当前，吼，赖其实是韩国跟日本的公司，最主要是韩国啦，吼。但是呢，赖呢做含的哦，伊有一个物件是交互中国去处理，结果中国迄间公司的工程师就入去内底偷赖的物件。你想看卖咯？这间公司是韩国跟日本的赖，包互中国啦，包中国去做一寡代志尔，伊就甲你偷物件，甲你偷看物件。你若讲这个 TikTok 迄是中国的，伊甲你创啥物？咱都唔知。对，咱都唔知啊，对无？但是咱爱知影来讲，最大的问题来讲，因为中国对全世界的野心，所以你咧用伊遮的物件，吼，伊要甲你摕去做啥，你嘛唔知。这才是咱感觉讲，即个所谓迄项的 cyber security， 吼，就是讲资讯安全上大的即个问题。嘿，对，这所在。嘿，另外我来请教到即个江老师吼，江教授，咱是安怎？咱台湾的动作会遮慢？咱所知影在入派的过程当中坎坎坷坷啊。江老师，你讲看嘛？其实就亲像头拄仔柯老师有提到讲，因为即马吼 TikTok 甲抖音，伊其实后壁控制的公司是中国的公司嘛。但是咱拢知影讲，中国的公司后头就是中国的政府啊。今年其实中国的政府伊个入股抖音1%，但是这1%甲99%拢是共款的意思啦。共款意思，因为伊的法律就规定讲，中国的政府伊若要甲这公司要摕啥物资料，这公司拢要配合。所以当然嘛是像讲头拄仔柯老师提到讲，中国有野心啊，各国拢会惊嘛。美国嘛就惊啊，欧洲嘛就惊，因最近嘛咧调查这抖音甲 TikTok 伊摕偌济资料过去。其实 TikTok 有承认讲，伫欧洲咧调查的时阵，有承认讲，伊伫中国的公司在员工，伊是有机会去看到在欧洲的使用者的在资料，所以大家会惊。但是大家拢很惊的时阵，其实咱是一个民主法治、人权保障的国家嘛。所以你要做啥物，拢要考虑到法律的规定啊、人权的保护。咱就是甲中国无共款嘛。咱若是甲中国共款，即摆就会使讲，马上全部直接站起来就好啊。直接就站起来，但是咱即摆就爱考虑讲，做者人权的无共的法律的无共的面向嘛。所以即摆政府才会讲，身为公部门，在政府的部门公务人员，伊袂使用，伊的安全的考虑一定是标准较悬嘛。咱甲限制起来，敢有危险的这个顾虑？就比如讲，我这言论自由，我无法度申请，我要下载这种物件所以危险，敢有可能这种疑虑？对一般人，可能咱这会使讨论，但是对公务人员，伊本来就是要有较悬的这治安甲安全的标准呐，因为伊是咧公权。所以对公务人员先开始。嘿，对政府部门诶先开始啊，一般人咱即马才会使过来讨论嘛，看这。若是危险足悬的、足大的，咱当然嘛会使做共款较严格的。应该是部队先啊。军人这真正爱注意。咱即马应该。既然讲治安就是国安啊，应该是部队应该要开始啊。我听讲你部队你袂当摕智慧型手机里，本来就袂当啊。因为智慧型手机内面会当翕相啊。所以本来就管制啊！你若讲你要摕手机吼，你即摆会当翕相，会当上网。伊惊讲，比如讲，
咱的迄个部队湾区内面足侪飞弹的嘛，讲啥物啊？但是实际上真侪这个军人手头拢有地位性。这就是你爱管理的问题啊！我是讲，伊本来规定即马是本来就袂当啊，但是啊，你到底你规定你有咧落实啊，无咧落实吼，这就是另外一项代志啊。这个翻头来等，请这个江教授来讲吼，就是讲，即马行政院头一步。下一步听讲是下礼拜要来开会吼，咱要讨论的主要是讲人权吼，要安怎保障这个阶段性，那这个阶段性要来铺排呢？是一般的人民敢会接受呢？伊会感觉讲这个虽然柯教授他一开始就讲这是真惊吓，这个敌对的国家对咱有这个歹意，这人民敢会接受啊？系啊，这真正是一个问题，因为抖音即马是足侪少年囡仔咧用，哦，因为伊伫悬顶差不多2-3分钟一个影片，迄成本足低，哦，大家就伫悬顶咧塞一寡比如讲唱歌啦、跳舞啦，这影片，你看久，就慢慢去互伊洗脑嘛。即马美国伊其实嘛足惊这中国威胁啦，所以伊即马嘛咧想讲用啥物方法会使甲伊禁起来。前几冬其实喺美国的总统 Trump， 伊就其实想要把TikTok 为悬顶，所有的拢袂使用。哦，但是伫法院呢，法院讲安尼袂使，咱爱看人权，咱爱看法律的标准。宪法第一修正案。嘿，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去即马伊就无办法去做，但是伊即马个政府个想要杀即件代志。哦，政府就是 FCC 伊的主委。哦，咧管网络这政府部门这主委，伊有提到讲，这 TikTok 这件代志其实是对治安，这是国安，哦，这是一个足严重的问题，所以伊是希望讲国家应该把这软体这 APP 给禁起来。哦，所以我感觉讲，即马美国拢咧开始讨论这件代志，咱台湾受到中国的威胁，更较危险吗？程度更较悬啊！所以咱即马，咱应该加强速度。咱即马其实是咱的问题比美国较严重啊。是。所以我要咱来看第二张吼，就是 TikTok 到底是啥物物件？其实真侪是大人吼，甚至是小朋友都唔知 TikTok 到底厉害伫倒位。我要请这个武聪吼来甲咱讲吼，尤其伊这个演算法讲吼去中心化，这是啥物意思？而且伊个吼会当来主动来推索着这个内容，伊这个厉害的所在比面册比 Instagram 厉害的所在是啥物？我会使用我的电脑吗？歹势哦，这是一个图啦。我为抖音的网站摕落来。抖音有一个做特别的，就是这个为你推荐，英文叫做 For You。哦，这个是抖音甲其他平台，甲面册甲啥物拢无共款，无共款。面册也是Twitter这种平台哦，伊会根据你的好友，还是你的家人，伊会优先推送这个内容互你。过落来了就是迄个粉丝团，你追踪的粉丝团。但是抖音呢，也优先推送即卖的趋势。哦，即卖有虾米人在做虾米挑战，咧跳舞，有虾米音乐。所以武聪，你的意思是讲，本对咱伫面册还是伫 Instagram 顶头所看到，拢是咱的三朋好友。是。咧舞啥物，咧创啥物，咱先看到。是。吼但是伫 TikTok 顶头毋是。毋是。伊是要杀，我感觉即摆看到的，即摆即个趋势是啥物？我杀互你。是。抖音内部的人。私下有甲迄个西方的媒体讲因的演算法上重要的是留存率，就是你的留偌久还有使用的时间，就是你的伫这个平台偌久助你开始使用这个 TikTok 以后，伊会假设你喜欢什么样的影片，伊会先杀这个影片互你看先甲你试看卖，试看卖试看卖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影片，也来若是你订阅一些关键字，也来一直不断的杀迄个东西，互你叫做演算法地狱伊的演算法的目的就是互你上瘾。演算法地狱哦。
演算法的地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一直杀迄个你想要看影片，互你无法自拔，不断的那边看。哦，你对伊就无边的惊骇，就这种的，像这种的。哦，就一直杀吼，一直杀啊，一直杀这个影片以后呢，你会调咧，你会调咧这个平台，嘿对。啊，即马嘛有那个记者有来观察哦，发现哦，抖音即马唔是干那跳舞啊、唱歌尔，禁锢的迄个内容也是越来越多啦，像这个气候变迁啦、像大选啦，这种政治的议题啊，愈来愈多啊，用这个 For You 这个功能，因为用小成本的方式，嘿，甲你影响。哦，所以主要无共款吼。嘿，无共款。上重要的是讲 TikTok， 敢若无虾米甲事实查核组织合作，所以上面的虚假讯息很难拿下来。啊，有当时要你拿下来一些以后，因为 TikTok 鼓励人家去做改编改造，所以呢，你那是你这个源头拿下来以后呢，还是有其他改做以后的迄个影片，你拢找无，唔知影源头是啥啊？嘿。很难拿下来。这有这种哈，咱来看第三张哈 ，TikTok 的治安的疑虑哦，要来请这个修明老师来甲咱讲哈。这个伊讲吼，权限吼比功能较济，吼资料会传去中国，会当用 IMEI 码 ，IMEI 码就是咱手机啊的这个定位码吼，咱手机啊走去倒位，咱用这个米警06警，就知影这种 IMEI 码，吼就这种，啊，搁有啥物？透过剪贴簿吼来取得这个信息，这种物件在其他包括着面册，吼后包括着这个 IG， 拢无这种情形存在。啊，这个 TikTok 伊如此，尤其在中国吼，还有其他的竞争者，包括着快手，吼嘛是同款类似这种物件。伊这个没有下线的这个手法吼，你甲咱讲看卖。抖音的这个管制机制在哪里？还是讲伊唯一的管制机制就是你卖着我骂，你卖骂着我共产党就可以。我先讲吼，这个世界吼，就是无迄个免钱的卖饭啦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吼。伊今用这个免钱的软体互你，啊，伊公司伊请工程师啦，要请迄啊，伊是要。靠什么价钱？系啊，你登录伊也无甲你收钱啊啦，啊无甲收钱，伊公司遐工程师咧写就他徐老师讲，免钱上贵。对，嘿，伊要安怎来？所以大家观众哦，你要有第一认知哦，毋是毋免钱，是你本身就是商品。什么叫做你本身的商品？哦，咱个人每一个人就是商品。你也用伊的物件，你就是伊的商品。伊要了解你介意啥，吼，你无介意啥，啊，伊到时阵较来推送伊的物件，所以你会当看到哦，伊就是资料，伊要甲你收集的，然后就头啊，迄个柯老师讲的，嘿，哦，伊啲什么 email 啦，哦，搁有甚至搁甚至有迄个什么你的信用卡啦，吼，你的 password 啊，你的密码等等，伊基本上伊要爱的物件就是这，哦，啊，像讲头拄啊迄个。吴聪伊头仔讲伊会甲你推荐，吼，你欢喜啥？迄表示啥物？伊要了解你介意啥物物件，吼。啊，这本身就是伫外口的迄个伫欧美来讲，这本身就是一个个人资料保护的物件，所以基本上伊毋是免钱的，伊其实来当做你是伊的商品，所以会当摕你的资料。吼，你也较做利用伊的软体的话，也当摕去卖啊，卖去创啊，是不是？啊，你可能嘛有观众会问讲，啊，你讲伫讲抖音是安尼，啊，你讲抖音有治安的疑虑，哦，收集这物件啦，什么伪装中国啊，收业啊无你面册无效，你 IG 无效，你 Line 你日本啊是啊，迄个韩国的 Line 无，我会当甲大家报告吼，拢有可能，我嘛袂当甲你报告讲林翠一定袂做歹代志。哦啊，家己讲迄个赖面拢袂做歹代志。事实上，伊也本身是人，啊有诱因，哦有钱的诱因，会当趁着钱，人加减拢会
有迄个念头是，所以你想要袂做人是，你就要靠外口的法律的机制去保护。像老师教授这种，就你有法律被保护，啊，你袂当讲哦，什么这嘛收，这嘛收，啊，有的人，比如讲，你翕相，啊，我干那我无想要互你翕，安尼敢袂当？哦，我想落一定要翕，啊，有人是安尼，但是抖音你若伫面册，还是讲伫 IG， 人美国还是欧洲、日本，人有足完善法律来保障你个人的物件，但抖音伊伫中国有吗？无啊。就法律的环境无共款。啊，伊专门爱收，啊，伊特别讨，伊要甲你提做啥？其实你嘛毋知。是。哦，你这通常你莫讲伊规工伫遐射飞弹啦，军机伫遐咱边仔后壁飞啦吼。伊讲摕我的物件摕去，人面册来讲 IG， 伊足清楚的甲你讲，吼，摕你的物件伊要做啥？啊，伊也讲伊黑白来，哦，伊迄面册执行长嘛叫伊国会，美国个迄种交几啊届，哦，迄个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伊也讲你想要你这个安怎，啊，你敢有看过其他做啥物物件啊？去迄个人民大会堂还是啥物？惊迄种讲啊，你想要会当收伊遮物件，人敢有讲要互你收钱啊？人迄是人的资料，人比如讲你伫遐影片。哦，你只播放。所以就咱头仔讲，头一个都要有法治的环境啦，吼。这我小等要来请教就这个江老师，我先和吴聪先讲。我刚才来补充一下，就是中国的法律是随倒变的。以2017年6月通过迄个国家情报法，伊是规定啊，中国的公民甲中国的公司有法律义务帮助伊的进户收集情报，并且要对合作的对象保密。伊个法律允许情报部门以这国安为理由，吼，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安插因的人加设备来征用任何的设施，哦，所以这个法律是随倒变的，甲美国啊民主国家是无共款的。就拄好这个问题来请教就江教授，这个中国用这种法律吼来强迫着每一个人必须要交出讲，伊就要合作，伊就要合作这个收集资料，甚至为着国安的理由。咱来讲究着人权，或者惊讲的违宪法吼，违背宪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的民众要安怎提升这个意识呢？其实的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因为咱是一个法律的环境无共款嘛，咱无可能像中国讲安尼要禁就禁，哦，啊，所以咱的人民有这个重视，知影讲安怎保护家己伫网络的环境内底，这是最重要的。啊，头拄仔两位先进拢有提到讲，其实吼，抖音、TikTok， 伊除了会摕咱的资料了外，啊，伊阁有这演算法。演算法呢，伊知影杀虾米物件，啊，你会介意，啊，所以伊就有办法讲用这个演算法去杀一寡伊想要互你知影的代志，啊，伊若无想要互你知影的代志，伊就无爱杀。啊，所以你想要看到的代志，你应该看到的代志，你可能伫抖音甲 TikTok 观顶拢看袂到，你敢看会到国家政府想要互你看到的代志。啊，这代志无论是真的还是假，反正就是国家想要互你知影，这个世界是安尼。所以你若是一直调咧观点，啊，你看到的世界可能甲真实的世界等于是平行的世界，哦，你会去互洗脑去，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头拄仔吴聪有讲到讲这事实查核，咱要知影事实是虾米嘛哦。咱咧用网络用电脑，咱是想要知影讲外口发生啥物代志，但是问题若是人甲你讲的代志拢是假，啊是拢是人哦，甲你讲毋是真的代志，啊你知影的世界甲真正的世界拢无共款，你可能感觉讲中国足好诶，中国的法律足强诶，哦中国的经济足发展诶，啊你安尼可能就去有洗脑去，这嘛是外国，即摆美国、欧洲因拢足烦恼诶。哦，所以唔只是个人的资料，你会去有提起，啊，过来伊了解你，伊就杀你介意的物件，啊，内底佮掺一寡伊想要互你知影的世界，这政治啦，啊，这选举的资讯啦。但是老师，那有的人就甲我讲，我伫 TikTok 顶头，我刚才要听我爱听的这周深，哦，就伊听伊唱歌就好听，我刚才安尼，敢安尼也袂使。啊，头拄仔主持人一开始嘛，就讲一个例子啊。你讲这意大利毋是有一个囡仔，啊，
爱伫吊伫悬顶，啊伊看，啊甲别比较，对无？伊就感觉讲安嘛无好，安嘛无好，爱甲人比，啊结果咧无人管伊。所以 TikTok 就是，互你吊伫悬顶，伊塞广告，互你伊无咧插你的时活，对无？啊，即个囡仔安尼使用。长时间的使用，结果伊发生问题啊，伊真正就去自杀啊，还是因为安尼的使用问题。所以他老师讲的就是讲，其实大家无爱 TikTok 的理由，除了国安啊，还有其他无管理、无违背，啊版权啥里扣扣的代志。是，啊，伊安尼就是想要趁愈侪钱嘛，伊安尼拢毋免管，伊成本上低，安尼会使趁钱。但是咱这敢是咱要想要爱用的这 APP， 咱敢无烦恼咱的。这囡仔少年家，伊伫悬顶拢吊伫悬顶，啊，规日伫悬顶，安尼对因敢好？哦，咱嘛是会烦恼啊。啊，这我咧要请教哈，其实吼，郭教授，咱即摆佫看到一种现象哦，即摆吼，佫毋是用 TikTok 嘅即个连接 linking 落来，啊，你点落去 TikTok 顶吼，毋是，伊甲即个 TikTok 嘅即个影片啊，规个落载了，用即个影片传喺赖群组内面。啊，早起甲你拜访，讲哦，啊，人生足美好的吼，啊，要来珍惜生命，啊，来养生安怎，大家安你好我好，啊，有即种影片，即个影片的即个源头，顶头嘛有即个朴水印啊，嘛是写 TikTok，这是啥物代志？是安怎因除了做即个 APP 以外，啊，过来做即种工课？哦，这。我要讲哦，这 TikTok 是真正是足侪老岁仔咧用啦，这事实啦，吼。啊，囡仔咧用其实是为了一寡较趣味的。我比如讲，咱的就是讲世界愈来愈无共，少年囡仔用足侪迄种影音的物件啦，吼。咱可能讲咱的年纪是读册、读文理袂要紧，吼，较好。但是即摆囡拢是咧看即个多项影音的思考，吼。啊，即个物件有几来一个问题啦吼。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讲，甲咱咧讲的一寡假讯息有关系啦吼。啊，即个假讯息足侪物件是按 TikTok 过来，啊，这个走去到来，走去到面册悬顶吼。比如讲，咱伫咧选举进程咧，有一个代志讲啊，足侪就是咧讲咱的台积电，吼，要去美国对无吼？啊，就讲一寡啥物美国要甲台湾掏空啦。吼，有诶无诶啦，讲咱3奈米去遐就是要掏空。问题咱2奈米、1奈米拢伫台湾啦，上好拢伫台湾啦，吼。啊，你看即个物件就是咧讲，大家简体字，嘿啦，我拢讲繁体字啦，残体字，残的残体 ，OK， 来，欠骹欠手嘛，吼。你看伊就咧讲台积电要去美国，吼，啊，就咧讲台湾人，吼，拢讲啊死啊，台湾 BBQ 啊。吼，就安尼。啊，即个物件吼，是伫选举进程就开始出来啊。吼，即种谣言足侪哦。啊，你搁看这嘛是哦。哦，这就一只，吼咧，干咩？你看这北京叫做美奴，哦，菜子，哦，辞职，吼，上面有诶无诶，但是其实这嘛是像一寡假讯息啦。吼，这种物件足侪啦吼。啊，但是佫有一个。为什么TikTok 会遮流行呢？因为TikTok 即摆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其实是足侪人爱趁钱啦，利用这个趁钱啦。你看，这就是即摆人利用 TikTok 讲，你来遮会当趁偌济钱啊？有诶无诶啊？已经甲你讲个清楚，在我即个商业的模式是啥物？会当趁足侪钱，趁足侪钱。但是这有一个足大的问题足侪人去说去哦。因为大纪律度出来的人是伫面前的一个朋友伊嘛有伫内底和人咧开讲结果咧，伫这个内底咧开讲的时阵是讲安怎你知无？有人拄仔咧讲着迄个新疆的代志，新疆集中营迄个代志。竟然有人伫内咧笑讲，迄假，迄是台湾跟外国，故意咧口说境外势力，嘿，所以你甲看遮人要做生意人是毋是已经去说去啊？这是上大的问题啊！因为我顶礼拜搭伫德国啦，啊，德国有一个 conference 伫咧柏林向个召开后咧讲中国对全世界影响力啦。啊，咧讲到维吾尔族的代志啊，拄仔有一个集中营的按集中营走出来，查某囡仔做见证。我伫遐听就是目屎咁样流落来啦。
吼，因为足侪你想袂到的代志，即种代志哪有可能发生伫即马即个世界？吼，所以伫足残忍的，但是问题就是讲，伫即内底的人吼，无即代志是假的无啊，吼，迄阵安怎？迄阵洗脑洗到安怎？洗脑到我会记我伫澳洲读册时阵吼，十几当前伫澳洲读册时阵吼，有一个朋友男朋友都还是中国人啦。啊，阮当然，阮伫外国学生拢会故意滚生笑，拢会摕64天安门出来吼。啊，阮就甲 YouTube 开互因看，即64天安门的坦克安怎。哦，你知影即个学生读到到朴素啊！伊就开始讲，我用北京话讲啊，我 repeat 一下，伊讲，您相信吗？这种东西是美国这些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造出来的谣，有这种东西吗？没有的，没有天安门这件事情，因是安尼啊。所以洗脑的结果哈。对啊，就是安尼，这个洗脑的结果啊，还有偌济物件，伊伫关键的时阵会杀互你咧，你唔知啊？你平常时伫看漫画、看啥物，啊，结果呢，需要迄阵，我就甲中国买物件杀互你，甲你洗脑。咱哦，这节目吼，主要咱有甲制作人，我们开会开足久的吼，主要要甲观众朋友讲，是安怎卖用这个 TikTok， 卖用抖音，但是言论自由、个人的这个爱好都不一定。除了讲爱提升这个素养，讲啊，你个人看到什么信息的时阵，你爱家己自我体检，吼，这个是唔对的，这个是对的，甚至讲咱有这个事实查核中心，会当去问以外，阮希望吼，在这最后这20分钟当中，会当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就除了个人的素养以外，除了政府部门立法以外。除了政府的作为以外，还有啥物代志当做？吴聪，我感觉近前有一个影片的一个抖音啦，是一个做抖音广告的人，伊讲这个抖音无法度进啊，因为人拢爱看，因为伊有特别的演算法，互你会使看到足爽的，啊你就会调的。看到会麻安尼。伊就讲咯，伊感觉哦，迄个。要加强那个资讯素养，互人会使判断什么是好的、歹的，安尼较重要。但是这种讲法的，其实伊忽略了吼，平台嘛是有责任，平台也有责任去做一寡代志，吼，这个资讯，吼，迄个虚假讯息，较袂使伫咧上面。我甲观众朋友补充一下吼，这个影片是安尼讲吼，伊头前讲，咱家己吼。这个素养爱提升，吼，爱会当吼认别乌甲白、是甲灰，吼。另外，咱会当制作更加好的这个内容，甲反攻，吼，甲反攻，吼，互这个 TikTok 内面拢咱台湾人的影片，这按这个想法敢对？我感觉第一就是讲吼，他忽略了迄个平台的责任。平台责任是啥物呢？像迄个江老师讲的，平台为了爱趁钱，伊杀即个你想要看影片，一直互你看，互你上瘾，互你掉伫咧平台上面。但是你看做者即个影片以后，人有偏误。你看太多以后，你会感觉讲，是毋是我看的，我感觉的就是对的，啊无其他人有其他的意见，你会感觉讲你就是对的啊，你没办法接触到不同的意见。你也唔知影讲安怎甲迄个不同意见的人相处，啊，小则家庭失和，啊，大则社会撕裂，啊，造成这个国家社会的问题。啊，这就是甲以前迄个工厂想要省迄个排放废水费用，啊，伊就把废水排到田里面去，啊，结果有很多人啉这个水以后破病，啊，去看医生，啊，了做者钱。也就是把迄个成本外部化，啊，造成大家的困扰。今嘛这个平台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平台的责任非常的重要。啊，欧盟其实最近有过那个数位市场法、数位内容法那些，伊就是爱互这个平台爱负起责任。你要告诉大家，你若是一个很大的平台，你要讲你的演算法是安怎做的，啊，你安怎用大家的资料。
啊，你爱提供一些方式吼，大家去反映，像脸书、面册，没法度讲不喜欢就把你变掉这样子，你要给他一个救济的管道，去取回你的账号等等的，像这种，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讲台湾人应该去上面反攻，来创造更较好的内容，啊因为是演算法嘛，所以咱较好的内容就去真侪人来看，真侪人来看就变做大部分的内容拢是咱的，敢是安尼？这有两个层次啊。第一就是讲，这个平台刚是一个公平的平台，它会不会？因为大家听徐老师甲这个林老师讲起来，敢若唔是呢？甲新疆也是伊无介意，也是甲中国的政治立场无共的时阵，伊会安怎处理这个言论？他会不会降他的触及？敢会把你的账号变掉，互你无法度用？伊敢会偷你的资料，去中国，互中国的国安知影敢若对付你？另外就是讲，有做者朋友来讲这个言论是自由的他可以讲，你也可以讲，有谣言也可以有澄清。咱该讲过去。但是这个造谣的人，有当时也是摕钱的呢，伊是公关公司，有摕中国的钱，还是摕什么倒位的钱？伊咧上班的时阵，就是咧散播这个资讯。但是你澄清的人是按我公民，伊是 pro 的啦，咱是业余的。我们是对啊，我是公民啊，我上班之余还要来澄清，就忝的，无钱会使退啊。这个很明显，这平衡了无对啊。你干嘛怎么会？所以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感觉这应该要有机制啊，互迄个平台要有负起那个责任，让假的消息会使至少降低这个流通甲事实查核中心去合作，去降低这个相关的内容。是，但是你咧讲这个平台责任吼，这个平台责任，我就感觉讲对TikTok这个物件是无法度的啦，因为咱进前咧讲数位中介法这个问题，就是要讲处理平台责任，就是讲，比如讲面册伫台湾，Google 伫台湾，还是讲 YouTube 伫台湾，这物件是假吼，有伤害什么人，你平台你应该甲下架，吼，对吧？甲落架，但是问题是 TikTok 敢会甲你插你？无可能插你吧？因为伊的物件也无落地啊，你要安怎甲管？然后总共这个发出来，你嘛无在甲管啊，这才是上大的问题啊！咱到老师，咱到有这个方法讲，无你来，你来，但是接受我的这个管理，你若无来，我就甲你规个种斩掉。咱敢有这个权利，还是有这个权力？还是有这个entitlement，有这个正当性，通安尼处理。其实他都主持人有讲这宪法是保障咱言论的自由嘛，但是我嘛是爱强调讲，毋是啥物言论拢是100%是自由的。譬如讲，较早就会大家有讨论过讲，袂使伫电影院内底讲熄火啊。你咧安尼大家拢会惊吓，走出去。这就是有公共安全甲危险的问题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即马首先可能爱看到，注意讲虾米的内容，这是违法的。违法的内容袂使伫这平台管顶出现。这平台爱有责任去关拽违法的内容。譬如讲，伊要趁咱的钱嘛，伊要趁咱的钱，当然嘛爱遵守咱的法律啦。伊若无遵守咱的法律，无配合，咱即马才有这正当性。譬如讲，咱会使讨论讲是毋是安尼，伊拢无合法，管顶拢违法的物件，那毒品啊，虾米其他违法的物件，咱嘛会使甲伊禁掉啊。所以一步一步来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会使先为讲，你虾米款的违法的内容，你要处理。先对内容来处理。是，头拄主持人嘛有讲，咱嘛会使提供咱较好的内容啊。管顶，大家拢会使伫管顶趁钱，你嘛会使用你较好的内容去趁钱，去影响别人啊。但是只是咱这边我想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讲言论自由这件代志嘛，毋是100%的。你嘛袂使影响到别人的自由啊，你袂使影响到别人的安全啊，你袂使去影响到别人的权利啊。这毋是讲100%，你要讲虾米代志拢无问题，拢无违法，这嘛毋是事实啊。咱过去有一个自由言论的导师叫郑南榕啦，
伊讲吼，争取100%这言论自由，就要请教伊修明，在网络顶头，因为时代已经无共，过去呢真好查，敬重，落去倒位咧，去这个宝庆路吼，像马老师啊，阮迄个时代吼，这个宝庆路还是汾阳路啦，顶头这个旧书报的摊吼，落去登，啊落他掠着，啊无落去印刷厂，落去遐几级。但即摆无法度安尼来做检查，啊这边安来处理，做到讲有互你控制，搁有你讲话，啊这个安怎来处理呢？我是感觉吼，像头路啊讲，主持人讲吼，讲咱敢有机会讲吼，咱甲反攻回去，又讲伊用一大堆假物件吼，啊，澹去，啊，咱嘛用一个愈好的吼啊，甲我是感觉这非常的困难，因为吼。第一，中国吼，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吼，伊是一个宣传起家的迄个，所以伊对宣传的即个物件，抓得真严，抓啊非常非常严，因为伊就是靠这较拍天下哦，所以伊咧做这吼，伊的经费，迄是绝对咱无可能，咱民主国家那要编哪一个预算科目？伊是普罗的，伊是普罗的啊，伊而且伊国家因迄个国家哦，干那一项代志咧控制就是宣传，所以伊是举国之力啊。吼，你又讲伊的钱哦，伊会当要挟，会当风控，伊啊韭菜拢袂要紧，但是这钱宣传的钱一定要做，所以咱绝对迄个鸡蛋破石头啊。我甲我问讲，你啊，假使要用这影片话咧，你要编什么预算？到时佫出来讲，这或者1450个预算，对不对？你无可能，你无可能用这物件加反攻回去。所以我是感觉吼，你也要保护咱的国家安全，啊，公司佫要兼顾咱的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我是感觉第一吼，我感觉第一，咱同爱区分吼，就讲像美国以前有一个外国人代理法。哦，就或者你也讲境外势力代理法，你有讲第一，咱爱先区分讲哦，你这毋是媒体，同无你这媒体定义，甲阮民主法治国家的媒体定义是无共款，是无共款的哦。阮先讲好哦，你这毋是媒体，像讲美国哦，甲对20个外国人代理法，伊尤其是最近几年，伊甲美国甲中国所有的媒体全部拢登记为外国势力代理，吼，伊用什么人民日报啦、环球日报，美国全部拢甲设为伊这毋是，你的媒体定义，甲阮民族国家的媒体定义是无共款的，吼，既然无共款，你就袂当讲你叫做媒体，你是替别个国家咧做代理的物件，吼，所以咱嘛会当迄个效法美国，吼，咱用这过来讲好，你啊。既然你毋是媒体，你符合境外势力还是讲外国势力的话吼，你就爱交出你内面的资料吼。你看你有中国的党政军有内面无？你也有内面，我正大光明，我就讲啊，你这个你也毋是媒体啊，你就是中国党政军的代表啊，无嘛，你就叫你 TikTok 党政军全部退出，吼，纯粹意思是讲，你 TikTok 内面买当。伫中国内面播小熊维尼的影片呐，啊，是要卖什么人啊？无你就退出台湾，哦，你无你卖你就做真正符合阮国家的媒体的定义，啊，无你就离开，吼。我是感觉，我是感觉安尼，你就讲，反正美国伊先做安看嘛，哦，美国你讲，因为美国嘛是一个。重视迄个国家安全甲言论自由国家嘛。这法律吼，这个外国人代理法，有小人来请教就江教授，我请吴聪来补充一下。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讲，以前咱来讲言论自由的时阵，拢是伫咧一个国家的框架内底，啊，政府会控制人民控制人民的讲的话安尼，啊，所以政府的权利要缩回去，互人民有一个空间会使大鸣大放。但是即摆的情形就是讲，中国伊会伫其他的国家用迄个代理人反串人民，啊，伫咧讲迄个中国的 propaganda 就是伊的政治宣传。
啊，你若是讲啊，你袂使安尼讲啊，是你是虾米人的时阵，伊就讲啊，你咧控制我言论自由，伊就当做伊是一个个人。但是呢，其实中国用足侪钱伫咧遐做迄个代理人，而且唔是干那一个代理人，伊会用假账号直接遐散播伊个中国的政治宣传，所以伊唔是个人，但是他会反串。这个时阵干那会使用伊的境外势力影响力。今日这节目吼，其实就较复杂。头一个开始吼，修明老师有讲咱人哦个体其实是一个商品，吼，咱个人的发言是代表咱自己，但是境外势力来发言的时阵，却是一个国家，啊，因是 pro 的，啊，咱是业余的，吼，啊，而且咱佫希望会当立法，立这个外国人代理法。老师，咱这个法除了所谓中介法以外，敢有立法这个法的可能性？对，头拄仔讲这外国人、外国式的这代理法，这意思刚刚有一点想讲，你即马其实是外国这境外式的广告，啊，卖甲大家骗讲这是内容。啊，咱伫咧看这新闻媒体报道的时阵嘛，拢会感觉，拢会讲讲，即马是广告，即马是广告的时间，即马是节目的时间，这两个无共款嘛。啊，是节目内底放广告的去处罚嘛。哦，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外国代理法的时候，一般人看到的时阵，伊知影讲这是外国的广告，这是中国政府的广告，安尼嘛会使帮助大家去判断讲。老师，这是敢若讲到广告哦。如果若有一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伫台湾有设立分社，啊，等下才发行。啊，这个要安怎来用法律来规范？讲啊，你就是外国人代理法，啊，你要来登记，才有通来落地，敢有可能性？那有是这个法律哦，若是有一天大家共识是讲，伊会使伫台湾遮落地。啊，我是感觉种这个法律是一定爱必要的啦。哦，譬如讲伊落地了后，你要安怎管伊？哦，你要安怎登记？要安怎甲大家讲？这就是中国境外设立怎的代理人，这拢爱讲清楚嘛。啊，无即摆一般人看到这内容，伊根本就毋知影这内容倒位来的啊。啊，伊若知影这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啊，伊的判断，伊的感觉是无共款啊。哦，我会想讲，这一般人使用者的，像讲头拄仔修明讲，咱是业务的嘛，咱毋是 pro 嘛，啊，咱若毋是 pro，你嘛爱互咱知影啊，咱看咱对应的是低精款吼。嘿，是啊，安尼无安尼想无公平嘛。是，柯老师，咱讲到遮吼，除了提升个人的素养，平台有责任，那么政府的角色，尤其吼，咱来看世界各国吼，其实人骹手拢真紧的。哦，咱骹手拢真紧，尤其使我这真意外是印度哦，59个中国 APP 拢落架。吼，咱台湾在这个立法的进度上，还是讲民众的这个共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除了这个哪力的这个统独的这个议题，是不是这个议题咧台面咧作祟？啊，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啦。吼，上重要的问题是其实。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你做歹去共限制啦，吼，这是第一点啦。啊，而且咱的资本嘛是自由的啦，吼，所以为什么就讲，足侪人利用这要趁钱，啊，你要共禁，啊，要趁钱的人是毋甲你扯干辣椒，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咱台湾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北京叫做敌我不分啦，你毋知影敌人伫倒位啦，所以你会看到 TikTok 的观点有足侪物件吼，是咧骂美国，吼，啊咧讲中国好。吼，这是一个足，我毋知安怎去形容一个问题啦，吼。啊，但是我认为讲政府吼，坦白讲要做这个代志吼，其实嘛歹处理啦，吼。我凭良心讲啦，因为你敢若讲言论自由，敢若讲市场自由，敢若讲民主自由吼，这三地吼，就甲你差几工，差几工甲你白骹白手啊啦。系啦，所以我头头一直问江老师讲，咱立这个法律到底有啥物困难哦？趁这个机会，讲观众朋友知啊，大家爱来支持，唔是要来控制你的言论，唔是要限制你的自由。吼，这老师你想要这个机会，哦，你搁讲一摆，讲哦，咱这立这个法到底是为着啥物？为着咱国家的长久以后，啊，其实对着一般的人就无警觉啊。我感觉我一日到晚我看这水水的姑娘啊唱歌就真好啊。
但是伊可能唔知影讲这个违反了版权。侵害到人这个录音的这个版权，还是侵害到什么儿少法，还是侵害到什么？其实这内面还佫真侪法治教育伫内面。是，我想要最后为2点来讲这件代志。第一点就是讲，咱先卖讲政治啦，咱来讲趁钱这件代志。你要趁钱，你本来就要有商业责任嘛。你撒这广告，或者使用者，你趁使用者的钱，你敢唔免去管讲这管定内底是偌济有害的内容、违法的内容？这平台的责任啊，这商业的问题嘛是安尼。第二点，咱搁来讲这政治的问题，他拄仔就大家拢有强调过嘛，这资料会去由中国政府提去，伊要撒啥物内容，互伊会使控制。是毋是这点咱爱有这个防备心，咱爱知影讲这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就会使互一般的使用者去判断，这嘛是平台的责任，嘛是政府的责任啦。所以即马政府想要立法来管这件代志，这其实是一个政府的责任的典型啦。谢谢。